大家好，多謝車友支持，就拍條片上嚟俾大家參詳。現代 Kona，多謝車友支持，非常漂亮，靚仔模具，安裝無損升級 TFCC 機皇 V880，一線不剪，全車所有嘢兼容，太空啦。咁我哋車機個規格就唔多講啦，大家都應該好熟悉噶啦。沿用翻真正全行業裏邊最高端最 top 嗰個光電嘅顯示，香港猶太專屬，咁啊加多個拾音器，咁啊唔同啊，大家自己分辨啦。最靚嘅 QAD 2K 嘅，咁呢度成個專屬個模具啦，咁啊全車嘅電腦解碼兼容啦，一條線冇剪，咁呢度呢個 USB 原車嘅駁翻。行 data 充電，另外有兩組通常小弟就擺翻喺呢個位啊，有 5G WiFi、2.4G WiFi 啦，3組 USB 啦，同埋有 4G 插閃上網功能，同埋可以直接插呢度，直接以最快手機速度上網，3個上網嘅情況嘅。咁呢個 Kona 咧，咁啊音色大家唔使講，呢部機皇最靚噶啦。咁啊特別功能啦，咁啊好多車友可能都會 concern 噶啦。咁呢家咧。我哋已經最新兼容晒啦，原車個電量嗰啲嘢，嗰啲資料、叉電數據，咁啊呢啲好多功能啦。咁呢度咧，原車部車入邊個電嗰個顯示有齊，咁啊大家都唔使擔心啦。所有太空全部乜嘢都有齊嘅，全部有齊嘅。Hello 你好，係咪全部非常之 OK 嘅。咁多媒體呢度啦。收音機啦，係 OK 嘅，咁當然可以播放 DSD 啦。咁啊功能呢度咧，咁啊車輛信息呢度咧有好多原車功能係可以兼容設定嘅。咁呢度我唔再多講，因為太多啦。咁啊呢個最緊要大家concern嗰樣嘢，叉電嗰度就已經有噶，一條線冇剪過。原車倒車，原車倒車，全部有齊。咁啊開關門顯示，冷氣全部可以開關嘅。咁另外可以自己兼容其他嗰啲鏡頭，或者我換用我哋嘅全景360個各個系統咧都可以嘅。咁當然呢個可以發燒嘅音色啦，同埋最強嘅功能，最強嘅 SC7870 CPU 等級，大家要了解。同一粒 U 有好多個等級，我哋用最 top 嘅等級，最高嘅音色輸出嗰個裝置咧，大家方案可能唔一樣。咁依家呢度咧，反正我插咗落去，咁啊試一試啦，亦都可以直接播放 DSC 啦。咁啊，大大提升下呢個車機，做呢個 Kona 可以直接要播放噶啦。用原車呢個 port，大家見到啦。乜都冇嘅，淨係一部主機升級。OK， 咁就呢條片就到此為止啦。咁啊，大家所有嘅日本、韓國車 VW 車，全係福特，少量嘅德國德系車嘅，我哋全部現貨，所有車型，所有具備現貨喺度。咁啊，全部一線不剪嘅，包括呢個啦，呢個現代 Kona 電車、Ioniq嗰啲資料全部有嘅，一線不剪，全兼容，有多冇少功能。敬請馬上預約查詢。Thank you。